相信有在关注流行的朋友都不难发现，不管是时装造型啊、流行 icon 都会这么穿，因为上身宽、下身合身会产生强烈对比，而合身的部分是腿，所以就会穿出显瘦腿长的感觉。为了让大家能够在无片的时间内很快的搞懂这一集的讨论，我只用上衣跟下裤来做简单分类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第一个判断基准用版型分成合身跟宽身，所以会有4个分类，分别是上合、下合、上宽下合、上合下宽、上宽下宽。好，继续看下去，待会会有更详细的说明。第二个判断基础是以衣裤交界处，也就是上衣和下裤覆盖的面积来做区隔，简单分成3类，分别是上短下长、上中下中、上长下短。那这个部分呢，我要来稍微解释一下。上短下长就是上衣的覆盖面积比较短，衣长大概盖过肚脐一些，更多人会使用扎衣服的方式来达到这个效果，让裤子加腿的面积可以更多的呈现出来，来达到下半身看起来比较长的目的。上中下中这个是大家平常最容易穿出来的方式，上衣的衣长大概盖过裤头往下一些。大众品牌如果没有特别的风格的话，也几乎都是用这个方式来呈现。至于上长下短的话呢，就是我们一般称作长版上衣的概念，上身的面积过半甚至超过更多，我们都可以直接说是上长下短。也是上面提到的4类跟3类交叉分析得出12个比例。讲到这12比例，首先就要从上合下合开始讲起。上合下合这大概是最常见的穿衣方式，尤其是里面的上中下中，几乎大部分人穿衣服都是围绕着合身的方式，然后做一点不同的调整。只喜欢穿全合身的朋友，可能对特殊剪裁的追求会比较小一点，那建议可以用上下比例的不同来做一些穿搭变化。使用上短下长的话，腿长效果就会更明显一些，这就是我说过的，对大众想要追求的比例。而使用上长下短的方式呢，你的全身造型感就会更加强一些。我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尝试长版上衣，尤其是男性，真的不用排斥，你的造型感会因此而开阔许多啊。再来是上宽下合。上宽下合的穿法在这5年也是非常的红啊，相信有在关注流行的朋友都不难发现，不管是时装造型啊、流行 icon 都会这么穿，因为上身宽、下身合身会产生强烈对比，而合身的部分是腿，所以就会穿出显瘦腿长的感觉。又提到大家的最爱显瘦腿长，第1名还被点懂，不是第1名还关键字。大部分的上宽下合更喜欢做上短下长、上长下短，因为这样可以凸显整体的不同比例。毕竟都要做宽身瘦腿了，让它对比更强烈，我想是这个穿搭一个蛮大的重点。喜欢上宽下合的朋友也可以往前来对比这个路线去试一试哦。接着讲上合下宽。上合下宽，这个主要来讲宽裤的部分。这几年宽裤的使用在台湾是比较常见的一些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因为我也是下面很大，因为我也是喜欢穿宽裤的人，尤其是台湾这种比较闷热的天气啊，宽裤真的很透气，也非常的实穿，我很推荐。穿出下体宽，怪怪的。穿出下半身宽，穿出下半身宽的造型感就很明确，而且因为下半身的视觉面积变大，就会更好的提高了下半身的存在感跟造型感。那关于宽裤呢，我有个建议，不管你下半身是要露出短中长的比例，我是觉得裤管不要有太多的皱褶在鞋子上，除非你本来就很想用鸡裤脚的这个造型感，不然我觉得皱褶太多呢，还是一个比较难驾驭的事情，大家参考一下。最后是上宽下宽，那想到宽松，你可能就会先想到 old school hip hop 的穿衣风格。但早就已经不只有这个方式啊，全身宽版的选择现在已经有好多不同的表现型，也一样可以用这3个方式来简单归纳一下。这种全身宽版呢，它是最远离合身的穿衣方式。我认为它最大好处就是它超级提高你的造型感跟存在感，而且穿宽松也确实是比较舒服。在全宽身穿搭，我有2个建议啊，第一个是材质的考量，第二个是本身的剪裁，一定要多多试穿不同版型在你身上是不是你想要的样子。这真的蛮靠知识跟实战经验累积的。不过当你掌握了一些 tips 啊，你就会觉得你好像开启了一道新世界的大门。赞！其实你不难发现啊，版型越偏离上合下合、上中下中的方式，造型感就会越强烈。未来如果你在打造自己不同的穿搭模式呢，能够直接参考的话，我想应该可以帮助你更快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穿搭方式。找到自己想要的风格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很多的造型都是透过混合型的方式来表达，那个时候呢就会更好玩啦。当然啦，这边不是来讲论文的，短时间之内我也不能够传达的非常完整嘛。重点是想让大家知道，你一定有机会可以用不同比例来穿出不同造型感。